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股》，有吧太假股，观众朋友，欢迎到准时来收看《后上太上股》的节目现场，我是主持人涂世忠阿忠股。讲到台湾的事，大家想到嘛该哦？就是雅思，其實台灣嘅雅思真有名哦，唔單止係台灣人，連外國人來到呢台灣聽說沒有去學雅思，本呢個地帶世界上台灣嘅雅思真有名哦，根本嘅呢嚟小嘅50個後生人，留大家來講一下，記得到雅思地度發生乜嘅神奇嘅事情，眾上來歡迎今日50後生人。首先，我來小嘅係呢個質疑。大家好，我係從細就帶雅思嘅質疑。佢聽說會對雅思懂了解哦，第三係中立嘅理解。大家好，我係自細就懂好學雅思嘅雅思嘎嘎理解。雅思嘎嘎，好。再下來咧係咩係你桃園鄉親北強。大家好，我係最愛去雅思新牛派嘅北強。再下來係你嘅飛劍竹動妹嘅。大家好，我係當獨竹動來台北學雅思嘅飛劍呢。好，最尾就係老大家小嘅係你嘅小鳳。大家好，我係學雅思最精彩嘅小鳳。好，最精彩，聽說等下雅思地度有乜嘅好晒好料，一定會問小鳳。首先我來先問一下，家下質疑講到，從細帶到雅思地度，老大家小嘅下哪個雅思好冇？其實我嘅舞台就帶在遼寧雅思地位度。遼寧雅思地位度。如果講到台北雅思，大家想到係乜嘅士林雅思啊，饒河夜市啊，然後其他寧夏夜市，遼寧雅思聽就冇按有名咧。遼寧雅思清遼寧就蠻講。用蠻遼寧哦。因為其實雖然你遼寧雅思係清短嘅一條街，不過呢地位度有清到清好食嘅東西，像我兩下是到最好食嘅魷魚跟米粉，就屬於遼寧雅思，還有呢個霸丸。咩清好食，還有清油麵嘅就係小馬根，因為懂清油麵嘅，大家定了記啦。清油麵嘅就係呢個客家軟軟嘅糍粑，客家糍粑，係咩做嘅呢個遼寧雅思。剛剛又講到遼寧雅思，你知道遼寧雅思本你老其他雅思最冇樣地方做哪片？可能係熱炒店。熱炒店，冇唔錯，因為熱炒太快炒哪位就有啊？冇，呢個熱炒店係清油麵嘅，因為青島嘅藝人名聲都來，呢啲片是殺青酒啊，係乜嘅慶功宴，係因為呢個熱炒店都會開青島年嘅50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，青島年嘅時間，故所呢都會非常道地嘅熱炒。糖豆質疑安尼講，我杜氏兩下動搖。等下就去食，等下過去食遼寧夜市。冇問題。家個質疑有講到吼，台北地度其實遼寧雅思冇按有名，太快就想到，第一個想到的雅思就係饒河街夜市嘛。不過有人饒河街夜市有動態演演，小鳳講一下好唔好？因為我細細帶新民路啊。古早去饒河夜市係是行路去嘅，行路。然後記得行路過去，啲新民路過去有一隻按到彩虹橋，細細家唔係按到彩虹橋，係按到長壽橋，然後後來將攞去按啲天火啊，變彩色的按到彩虹橋啦。細細去家下我最好食的係嘅雅思嘅牛排。雅思嘅牛排，生意咧全部講起乜嘅牛啊？大塊牛排。大塊牛排，你假使用客家人食材唔好湯。咩？我細細見講大塊牛排，我是撈到講嘅動態地嘛。係啊。我大塊牛排，我後來冇我擺喺張地，因為我擺喺行業，叫做講銷講實體地啦。實體地。來，全部去雅思實體地哦，就大塊牛排就安尼來。其實你客家地度哦，實體地就會有人做舞獅嘅時間，就會做嘅辦喪事。廣泛啦。喺捧飯嘅時節，講飯嘅時節搶人主人來搶嘅人下來，所以很多是太低啦。講到牛排，博謙剛剛有說最愛吃牛排，最好食。
牛排，牛排用辦講最好是你聽我係熱式嘅牛排吼，挨到趙峰哥強龍吼，挨未當我是熱式嘅牛排，有技巧。因為挨不下吼，挨以前成個時間挨不下唔係當有錢啦，咱得做得去熱式吼，挨媽媽總會老挨講吼，你總得青菜發錢哦，所以。該吼，我是看到披薩嘅牛排吼，我最望睇嘅牛排到鐵板上，當個嘅嗶嘅上哦，韓國嘅上蓋卵打上意大利麵嘅味道哦，會結滾呢？係啊，是個味道是做得看。是做的，嘿，是個意思。為什麼只能看不能吃？因為我媽媽講吼，我總得青菜發錢啦，我都要摸計錢做，我都要我不下去熱式是。韓英式牛排係去了唔係食，去了唔係食，去看。自己有買發講啊？就買去亞是一聽冇會是牛排。做慢哦，牛排仲好食呢。係啊，你都買，亞是提桶西炸唔係因為你那是特牛排，你就吃唔到其他嘅東西。冇，給你聽聽。給你聽聽。人家是會生兩堆牛排。超大牛排冇？超大牛排啊！因為可以給你桶西啊，古手上生唔到其他嘅東西。可能其實我對牛咩冇按有興趣啦。我講到亞是，你知道最後搞嘅地方在哪邊？因為有啲亞是可能是個東西係差唔多嘅，唔過呢，你那係老堆嘅人，老堆嘅。唔係你係錯嘅人。男朋友嘛。男朋友男朋友啦，錯啦。然後錯嘅人會做乜嘅事情？錯嘅事情。錯嘅人可能做得去搞啊，可能有啲乜嘅圍刺青啊，還係乜嘅。圍刺青，我睇下先嘅，佢唔係講人都圍刺青。圍刺青就係講唔係正經嘅刺青，就以前你細細嘅時節嘅紋身貼。唔過你佢係用噴槍嘅，嗰時候佢做得留嘅時間較久，做得可能。寫上面唔會落貼，故所就我感覺有啲亞視可能它唔好搞，有點雷，但是呢，如果跟對的人，它也會變成很好玩。很做得。跟最近哦，最先開始去的那個亞視呢？我印象最深嘅亞視是係做東西廠亞視。做東西廠。係因為。嗰陣為數當貼片，佢造型係時裝，還有啲東西是為到。它主條就變豐富時裝。係豐富唔係豐富時裝，它就都開始是為變亞視。係有啲東西佢是為到造型頭開始買到按鋪頭。係買到按鋪頭，還係造型頭冇識到嘅東西，你是按鋪頭去，係按鋪頭去還有。還愛最記得嘅東西是係做東亞視，你到處都可以吃到魷魚羹嘛。可是應該你做東亞視嘅魷魚羹冇窮用，冇窮用，乃會冇窮用，因為佢面當會用泡菜。泡菜啦，就係有泡過、有炸過的東西，泡菜。那個是我們。他剛剛就是以前搶音他嘅時間，搶音他對才會有那個很珍貴的泡菜，對。然後我們那個魷魚羹，就是我們那個主動市場嘅kenjong啊，我們叫kenjong。千江。他應該是從清是找不太到魷魚羹安應該招牌，因為可能當不會寫kenjong。你知道kenjong啦，一般用港嘅人，那會冇窮用啊。有窮用，沒，你矮沒看得出來，下去了沒可用，地法，它就是我呢個kenjong其實後來長有魷魚羹，頭版我呢是個kenjong係冇油，其實純粹的肉羹，對，其實純粹的肉羹，唔係魚漿，唔係魚漿係肉。
很用，因为行音吃鱼好像比较寒的一个时间，所以大家听起来都是美食专家。对啊，给你讲，你知道最英雄最人家这时节去个雅士那件雅士喏。我这个时节最接上去的雅士有印象，应该是花莲枫林的枫林雅士。枫林，枫林雅士，因为我接泡泡下低价位。韩国啊，几个雅士咯，北部的雅士无共用，南部的雅士可能唔系当一都有，北部的雅士系当一都有嘛。故说我这个时间面无清楚。大摆啊去花莲，就想讲，一个雅士用的时间会快。韩国用下的雅士较传统，就有什么打弹珠、捞金鱼啊，要有东西啊。都吃起的雅士模范出料金。佢感觉无共用嘅喎，感觉无共用係啊，就當飯一樣嘛。唔過一下加工加鋪咩磨出來咧，故說咩東西有轉去嘅雅士。剛剛大家都講到很有回憶，很好吃。但是兩號 M 問大家，你知道最雷嘅青雷雅士最雷的夜市是什麼？子瑜你知道呢？就是一開始司總有講到嘅墾丁大街，中華講到片燈哦，大家好像很心有戚戚焉。這有暗演咧，就是說哦，應該有請到好司機好教嘅，不過呢，多幾片真嘅冇乜個好司機，佢係利用片嘛，借過去借過來。上來一模一樣，韓國要當歸，真嘅，唔過這樣是你去嘅時，因為係青島嘅朋友看，故說我講過，對的人嘛，就是剛剛有講到嘛，對，就算是對的人，對，吃難吃的東西都會也好吃，故說這樣是你去算係去搞啦，就有做維持金，還有做，你還有去看嘅。人家那個猛男秀，所以你就是最滿意，反正有看到就開心。沒有啦，其實68分沒猛男。我對猛男沒有滿意，所以你對猛男還有那個一點點要求，還有 level 在這邊而已。意思係講，因為太假去搞，就會講，你這樣是很有推我嘅朋友送去同猛男互動。這樣子就會感覺哦，挺好笑，因為他去跟他出去聊啊，就互相陷害，然後就可以看人家朋友出糗，那種嘛，就會感覺哦，挺好笑，就會挺好搞。不過真嘅墾丁夜市很可怕，對，我徛冇去嘅。其實家自己有講到吼，你到台灣都廟路方，大家有表現最類嘅傳統，不管係市場也係雅士也係大家，天命永遠。就係墾丁大街，好可憐哦。懂你話，因為像以前有新聞講嘛，一盤嘅滷麵啊，可以1000塊，一盤嘅拉麵沒有1000塊，大家都吃到都幾片不用皮到。唔過咧，最雷雅士但搶墾丁大街聽聽啊！你等下轉來就要講一下，到底馬薩心目中有喊哪個度嘅最雷雅士哦？你先聊一下。唐港底部有一個叫賣生動貼片，你博先係咪懂有印象？每一次大白愛去改片你唔是走到中間去，你是會躺到咪不啦咪不啦冇聽嘿。歡迎大家都轉到你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。頭下嘛有問過大家到底吃到最雷嘅雅士係哪件？家自己有講到係墾丁大街。不過師傅唔知道除咗墾丁大街以外，唔知道係哪件？幾點鐘啊？要下燈。即係大家畫面上兩下看到士林雅士係咪？變通多因為佢頭版要暗用啊，佢也哈重新規劃以後，沒有變較商業化，你看佢攤販全部有冇？集中向下。嘿，然後大家買東西咪好，也睇下是行個眼望，睇下是買東西咪好，大家就共用哦，乜個生炒花枝啦、麻油椰味啦、豬頭腐啦、蚵仔煎啦，佢睇。動作全部係先做好嘅，先做片片，係先做片片咧，然後來到尾嗬，係一分佢馬上就拿本，就馬上愛數錢哦，佢東西拿本你忙色咯，就先數錢。他可以3秒聽聽。係啊，佢全部做片片咧，就知道
我又講，冇去咁講啲嘛，味道係穿前一啲嘛，佢冇得講唔講好食也唔好食啦，做到清歐巴嘅啲啊。所以講嘅其實咩有討論嘅，今日係些時節係差唔多貴重嘅時節啦，咩冇東西啦，都紅嘅士林雜誌，嘅時節網友嘅適中嘅談呢，對，都會從你講，因為都江潭站下茶，嘅時一路紅到嘅士林站，就知道你紅雜誌都。台北市區哦，係啊，台北市區內都在紅到很重嘅，然後是很多個軌道底下，它個底嘛，就是那個淡水線的軌道底下，就知道懂厲害懂貼片。不過兩下看到士林家就知道啊，往事不堪回首。除了倆以外咧，大家有吃到油麻干哦？可能咩係水類嘅嘛，還係？係啊，我感覺還係。蚬蛋，給薄簽呢？除了南部的墾丁北部的士林夜市，你要講一個中部的嗎？日家台北改信北改夜市一定是穩贏的，因為它是目前唯一已經死掉的，就是太家家都冇講到，該死掉嘅啦，雷都已經死咗，小隻魚嘅，該。我感覺最類嘅熱食是係新北文創熱食，新北文創夜市，文創用版文創法。新北嘅文創熱食到2016年嘅年尾盛大風光開幕哦，很多市長啊、縣長啊來去剪彩，剪彩嗎？結果到半年哦，是收咧，我認為新北文創熱食，每就嘛個特別嘅東西，嘛個文創嘅東西，冇完全冇臭豆腐強龍臭，牛排強龍牛，強龍嘅牛係做嘅啦，牛排強龍牛，強一條牛嘅啦，貴家熱食是肉。新北文創熱食嘅扛棒肉到文創有關係，就跟龍澤師啦，新北文創熱食嘅其他嘅東西全冇關係。除了當紅下文創，其他都係食嘅東西冇文創。牙齒我頭髮有去過啦，其實後來運用係嘛，唔啲牙有一種茶其他嘢做都很可愛，唔啲嘛，然後邊後車廂打開來做的用嘅幾輪糕，幾輪糕啊，還有乜嘅車輪餅啊，嗰種人都買保卡係嘛。嗰啲茶改裝都在胖卡車啊，胖卡、寶卡，我剛剛都有睇寶可夢跟胖卡，嗰牙齒都後背愛放進前嘅哈，就開始行安嘅路線嘅，行嘅胖卡路線，係冇鐵色嘅係嘛，就是有茶嘅時來打開來去喝咖啡，7就以為我去嘅時候都嘛，係啊，係嘛，就變到個無依無絲啦。其實你話新北文創熱食吼，即係你嘅新聞上面接上有看得到，就嘛個。新北文創也是最文創嘅係扛棒，就啱白強講到最文創揸喺呢個扛棒誒，真係懂歐巴吼，歐巴吧，唔過像你講，你知道冇？我試下知道就係桃園夜市，桃園夜市，你桃園應該看唔起佢，我總冷言都冇叫用。跟住你就係講總冷言，唔係桃園。係冇錯，不過桃園夜市真係東西就算咧，一下滿咧都係娃娃機店面。韓國啊，佢動到嘅東西啊，動歸到台北強用貴，我就想講，你用嘅桃園到台北強用貴，我就想冇同啲嘛。真嘅。係啊。你下新聞有報咩？佢前一報有報，你夾娃娃機全台灣，你下唱嘅新竹市係最多嘅，有心中嘅思想案多嘅。唔講你風潮唔掂用版來。你遼寧也是你下咩可以見咧？係啊。真嘅唔掂。當然關。我下過有一件。我下就有。佢上喺夾嘅時候，係上下一夾。剛有講到嘅桃園嘅夜市咩？唔過咧，佢就會講你總辣嘅啊，你總辣最有名就係總辣新民嘅夜市。就你新民夜市，大家聽出動 TP 有，你下看嚟到就係你新民夜市。提到東江吼，真運動吼，你新民夜市總辣，你太啲人就講總辣夜市，因為我喺太後尾到新民夜市附近，故說對倆夜市動有印象。香港地部有個叫賣聲動 TP， 你博先係咪動有印象？有喎，我有聽過吼，我做啲教大家鄉下很先老太下講係買馬街吼。OK， 佢係賣芭蕾，有一個吼越南
新著名的新著名给老板娘，都改编20年lang嘞，好久了。然后每一次打白爱去改编你不是走到中间去，你是会躺到买不了买不了冇听嘿，完全冇听。有一个已经清楚袂定，你中哪里？很聪明哎。买不了你做得很奇怪，给一片黑一片，等下太甲跳下去。不过太甲去改编都会学嘅阿姨，像你太好时咩？因叫可以买嘅不了太甲都会这样嚟讲。不过你下就要问太甲讲，就係你吃到都 CP 值最大嘅东西，係咪都雅士地圖買到係 CP 值最大？向大家下一下白板好冇？大家想一下。 大家知道都雅士地圖買到 CP 值最大嘅東西，到底係乜嘅？有可能有人講係牛排嘅，因為食用到就是唔落其他嘅東西。有人知道係乜嘅係保守，因為保守很便宜，有冇買到很貴呢？我自家吃到我唔好食牛排，可能我會吃到牛排 CP 值最大。我大家下題知道咧標準來了，看一下大家 CP 值最大係乜嘅東西，而你看到有人寫好了。 看得懂太嘎下很多呢，真的很多。先来看一下，小凤下来烤玉米，开保秀，开保秀，保秀，cái保秀咩嗬？我真有印象，cái市場賣便宜家下咩嗬？伊個保秀爭10塊聽聽。啊，我頭排做戲咩嗬？免費做戲嘅外台戲有嘛？免費有嘅賣靠保秀嘅，佢一支咩爭30塊、40塊。 唔定係賣嗰日一支保秀幾多錢嘛？80塊。80稱啊！嘿，佢用稱咧，唔知嘛？佢保秀光了了嘅東西，佢係用稱咧，一支乜係140塊嘅。佢保秀就光聽聽咧，冇，佢保秀粒冇幾粒。咩？佢開始今日稱咩嗬？佢咩冇人講幾多錢哦？佢都皮薄薄嘅。 還不錯啦，冚唪唥係皮薄體啦。但我會用吧。係嘅皮薄體以後，佢就標那個稱上面嘛，不寬，做得嘛？可以嗎？可以，哦，可以。可以嗎？可以。可以，佢就幾多錢？冇講啊，佢就係稱不寬，可以嗎？可以。係啊，跟自己知道咯。其實啦。 小鳳有強嘅感覺就係保秀，唔過那愛是好食嘅保秀，一定會來遼寧雅士哦。你收幾幾多錢？係啊，收在保秀是咩？因為保秀真嘅唔好配，我用盤講呢，保秀有的人冇配好嘅，一定會保秀啦加個醬汁，係分開，老壽是分開。係那有配好嘅係保秀，那個醬汁是有入進去的那個。 是要入到哪裡去？入木3分可以嗎？然後那個我煲也會覺得啱啱脆脆的感覺，這樣係最好食嘅，嘿嘿嘿。跟還有一隻係水果水果，你有冇講？因為聽到水果係賣觀光客嘅，嗰時候佢就冇寫講，哦，呢隻水果係幾多錢？呢隻水果係幾多錢？那係你看下，可能佢看起來從泰國你愛馬來西亞，本嚟賣下貴，嗰時候愛小心。你家也是有寫水果，沒有寫購字，做嘛購字你知道唔好啲雅士買？從現切水果。 我就有糖果啊，糖果就是大家條街都會買幾種愛快嘅水果，夾嚟切下送本大家，買本大家食。面皮以前杭州的食，唔過口感冇當好。因為上嘅東西啊，盤嘅水看起來清醬，係真嘅。古時候來說，也 CP 是清大嘅。哦，正經懂定嘅。不過博謙寫了一個很奇怪的東西，懂奇怪，做嘛係吊卵哦？真嘛？你係吊卵，唔定你掉就到雅士買個吊卵。吊卵好食，錯。 唔講呢 ，CP 值最大嘅是吊卵，大家也是全做得看到哦。因為像大家也是就當到東西做起來非常嘅複雜。唔講你睇吊卵做法簡單，取得容易。
该改乱吼按太了，按太了，所以三四口，不过俩掉乱哦，一串所以四粒，所以25口。是才挑爆啦，那有4粒嘛？我有说过7不用挑个南雅夜市，其他都唔去马来西亚。淡水老街，你都有去听我以淡水老街。刚刚大家就讲到青岛，可能係水果啊，可能係牛排，有咩有人講到刁亂？食材都拉絲地度，當到 CP 值當大，當到唔過唔單槍按嚟聽聽呢。誒，你哋下先聊一下，等下嗰陣嚟看拉絲地度到底含有乜嘅東西，識唔得？誒，你先聊一下了。伊迄甜的唔過叫大亂發，但是上起來是個乖乖係嘛，唔愛，因為家嘅有那麼個料的可能挺甜以後，你食個亂發沒有辦法綜合，就唔會太甜啊，就唔會很厲害。哦，我想吃。大家都是美食家。冬天去南機場夜市最好，又可以吃熱湯。請看。冇問題，聽開了。歡迎轉到我哋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剛剛有講到當到 CP 值當大東西，像嘅標叔啊、果子啊、牛排、刁亂，不過像飛機沒有寫到一個大家都冇寫到嘅東西，除咗水果，因為還有骰子牛啦，可以來講一下好冇？做乜係骰子牛？骰子牛我是到去凍貴，和量又凍少，像大班我哩貴無行人窮下去，買一份大家凍一地。第一天轉來一3袋2袋是冇嘞。你眼不卡按東應該買2份。你一個吃不飽，可以吃第二個，你就飽了。他轉來是冇嘞。一個便當吃不飽，你就得再聽一個。所以我一直都不如去這種大型的超市買一包轉來。係自家煮好冇？係啊，自家咧炒嘅時間喊它香，喊它好食。係啊，是要現切水果沒空咗嘛？你買一隻冇熟皮嘅鳳梨，和一隻可能60-70塊，可是你去買一盒切好嘅，佢可能只有半隻鳳梨，佢可能只有50塊。切好嘅鳳梨可能就賣到80塊嘅哦，不過佢一隻按太粒，嗌去市場買可能才50塊甜甜。不過佢公本就頭地杯啊。假如滿到喺大家知道，對亞視地度 CP 值清大嘅東西，絕對唔好去抨擊，然後問題係大家最接受食嘅東西有乜嘅質疑？就係最好是一定會食嘅就係雞卵糕。做乜係雞卵糕？因為大部分你韓國去嘅時候就會感覺很香哦。不是，你韓國一直只香香都賺了。你那個現在戲份不要那麼多。還是我在想象。你都做戲哦。嗰時一定會去買來食，不過大部分可能一份細嘅4隻。哎，大概係6隻，前面問題，可能你是1隻2隻，就感覺可能有點膩了，因為佢係皮來清香，不過撕來就冇皮來安香，嗰時候他們嗌就4、2隻就本嗌嘅朋友食。你男朋友當菜糕呢？係啊，嗰時候後來佢就硬來硬去啊，嗌就硬來硬抽啦。因為按飯，其實我唔知道喏，你都亞視條最接受食嘅係乜嘢喏？講亞視最接受食咧哦，我是去個南機場亞視，個南機場亞視大家唔有去過冇？都有名啦，中華路2段嘅地位，我特別就踩停嘅地位，啊，嗰度係南機場亞視嘅青米。青米節啦，青米節。我對青米節開始食啦過去。都青頭節係冇？係啊，你我嘟好啦，因為青米節有賣嘅鹹酥餅，然後東少有地方賣嘅嘅外省人嘅餅嘅鹹酥餅個甜酥餅，然後東少地方有嘅。嗰下來過去就嘅阿南麻油雞。阿南麻油雞。係，跟一天我7點半以前去哦。喺7點半以後，我就冇去嘅南機場亞視嘅。做乜呢？因為7點半以後，唔可能就買冇嘅雞腿鋪份。係，然後純那片純雞翼。對，就剩一般的。係，我7點半以前，然後很多嘅份以後唔冇走通煙，就啲頭家變順咧做嘅食，你知道嘛冇？
随后把糖都咚咚赢下来。哎，老板，我要鸡腿，没有喽。你就知道懂听，嘿，唯一的运动就是偏的哈，紧凑紧后身，对吗？紧凑紧后身，然后就还有就水饺嘛，佢嗰度嘅水餃其實係佢唔係用玻璃菜，佢用太白菜。哦，嘿，太白菜，佢講食完麻油雞、麻油麵線，再去食水餃。所以佢用保鮮拍來包嘅，用保鮮拍來包嘅，然後還有嘅哦，一南機場夜市嘅頭有一間當有名嘅安多內山雞肉飯啊，但雞肉飯我是吃到我公認是還好啦。大家發舉個案件，唔過佢當有名啊，咩我講佢當有名，唔過佢係夜市嘅嘛，佢較過去就要到很多後山雞肉飯，佢賣到下晝4點半就冇人賣，賣槍槍了，係因為佢東西。沒有就生理好啊，佢唔做咁辛苦啊，係嘛？佢當初做到下晝就拉敗啊，啊佢最大特色係鱸魚頭、鱸魚肚，係啊，乜講嘛嘅，都美食嘿。佢甜嘅東西還有其他冇？加講嘅鱸嘅東西。有嘅咁啊嘛，八通湯圓啊。八洞啊，八通啊，八通酒釀八通貨嘅八通啊，咩咁樣啊？叫人哋講下冇好講下，知道酒釀湯圓啊？現鹽拌湯圓，嘿，唔係跳舞法，唔係誒，唔講跳舞法，佢地方要大亂法。哦，唔係跳舞法，佢係甜嘅哦，佢係甜嘅，唔過叫大亂法。上去啊，吃到乖乖係嘛，唔愛。因為家嘅我諗嘛，料嘅可能挺甜，以後你食個亂法沒有辦法綜合，就唔會太甜啊，就唔會很厲害。哦，我想吃。大家都是美食家。冬天去南機場夜市最好，又可以吃熱湯。請客。冇問題，聽下啦。感謝小鳳。不過去主題小鳳介紹很多美食以外，有時候你聽家是有懂得嘅 set 很多套餐，一定要吃什麼配什麼，給你家懂有心得。冇唔錯，因為我吃起就懂到紅鴨絲嘛，像我去公館啊，聽說一些掛包，還有誒撞奶，隔壁就有嘛，冇咯，陳生，聽錯，陳生你對面嘅，對，難怪一不要幫人家打廣告。難怪一點，嘿，然後三號就會去師大嘛，師大就會去食好味啊，好味菠蘿油，嘅凍好食，真嘅好食，係嘅真嘅凍好食，燈籠滷味，誒有呀，唔過我冇食，還有孔片滷味沒挺好吃，我就是冇，還有一個小餅底嘛，就係一個餅，很像紅豆餅，不過佢係脆脆的，哦，也是口甜甜，咩都史泰亞斯，史泰亞斯，嘿，古時候呢嘅咩東推薦啊，唔過我最好食就好味，跟三下來還有差唔多，放一點在。差不多就會按用啦。給你那東西，你知道做在林馬街嗎？除了給青蛙狀來啊，還有嗎？嘿，我去講去亞視時節聽說外食有啲餅啊，還有果汁，因為我去講都好食，尤其係餅啊果汁，餅然後果汁啊，我吃到係不會雷的東西。真的嗎？真嘅。啊，你講乖乖呢？人家講買果汁都浪費錢，然後買果汁就做得。果汁做唔得，果汁做得，果汁做得。夠自重的，誒，冇錯。嘅白鉗啊，你知道亞視有最夾食嘅東西係乜嘢？對我來講吼，是有牛排啊，當然未牛排啊。真嘅懂好食牛排，因為我嘅故事。牛排大使，因為我嘅故事，我成嘅時間總得食牛排啊。所以我睇你啊，我傳錢啊，我做得選擇牛排啦。搶啊，沒事啊。做得啊。我而家是吼，我嘅冇做，只聽我看。I V 哈，牛排。你看木柱檔哦，會有那自動追蹤器牛排。但是蒙牛排哦，其實係很爛的夜市。什麼東西？乜嘅東西？蒙牛排也是不應得嘴槍。看歐巴。不過我凍少去熱市啦，因為我感覺熱市嘅東西好冇按便宜，一個東西有時候要100塊、200塊。像我吼，煮個來食法老適量哦，因為我是凍到。
每次加起来，就是你能5倍安多。嘿，像还是一些珠宝啦。对啊，不过以前是摸嘞，所以我冇推荐大家去家是吃东西啦。大家咧，他讲的都是水的东西，不过你去王家是接送唔係像吃天天，还有懂得搞的买的东西，像你家去家是接送去做买嘅东西。其实吃到鸭丝黑夜董后又肥的手菜。你听懂啦？做马开黑肉肥。老师啊，我讲老师啊，我董后又肥，对冇？做咩按用讲呢？因为做တဲ့红衫嘛，逛衣服，红衫係唔似家發明嘅詞。拍攝，唔講人都逛衣服，人唔掂咧。逛衣服啦，買衫啦。很多啊，还有诶运动商品啊，还有数嘅周边商品，咩董后买啊。古时候你爱吃到鸭丝啊，迄董后的素材。家下講到嘅利價，其實講到又講到乜嘅。紅衫褲、賣衫褲、運動商品，還有買個超值的東西，青蔥筍紅倆妹妹也很會呢。質疑老太家講一下。紅衫，除咗紅衫褲以外，其實愛紅衫褲一定要去士林夜市，因為像你喊你去士林夜市，大部分都沒去食東西，去看賣衫褲，因為偷衫褲，因為你可能去買小可愛。細妹型的小可愛，對小可愛，雖然你唔會買個太可愛也沒有，大可愛，不可愛嗎？不可愛，因為小可愛啊，你做到底不會度嘛？難道做我做對啦。我聽會買挺好，還係挺貴嘅。那喺士林夜市，佢青島係可能3件，會有會打折優惠活動，優惠，它的質料咩唔會講挺差，不過我感覺就是非常會超值。因為你都得去士林夜市買小可愛，馬街都會計較小蜘蛛，馬街都會精打細算，吼，都會算到動錢誒，就動賺，這個會大堆嗎？幾費錢咧？你知道對夜市都杭州嚟做馬街喏？我看過好特別嘅事情是，東西唔係到夜市。不是在夜市裡面，你有在遇過什麼嗎？到三峽老街。三峽老街又賭過馬街東西呢？跟牛角係冇？沒牛角，金屬都金牛角。牛角。我記得吼，係因為大家的好奇心啊，所以到三峽老街應該是得到教訓。哦，係，該是係一個非常特殊的經驗。聽說是10幾年前的事。因為該套東西，印象動情是，因為真的是一個教訓，花錢買教訓，它就是一個銀工呢，看起來像聲音那個玩具。好，這邊慧清，我要讓你聽一下，等一下我讓他聽一下，等下他要講什麼東西，應該知道兩個銀工應該有很可怕的魔法。哦，你到家是地圖多，但不會讀多嘛？該之前，你先聊一下，等一下都轉了喲。潘想然是看到日月潭，它就很特別，很多人。結果是近期看到一張是按夠感應講啊，佢離愛你當然。結果該應講啊當神奇哦，該跳講喊佢講舉左手，他就舉左手；喊佢舉右手，其實舉右手，然後抬腳就抬腳。歡迎大家倒轉來，你後上台上共嘅節目現場，家下綜藝團最美有談到當電影界嘅人人工嘅都在發生乜嘅事，係唔係有乜嘅魔法在裡面呢？傅綺老太太講一下。誰在感應講啊？係愛記得該擺是係愛讓愛老妹是係愛爸爸。就一家人，貴婦抗議，去三峽，on該三峽老街。潘想然是看到日月潭，它就很特別，很多人。看你是想講佔落去看到大係乜嘅東西，結果是近期看到一張是按夠感應講啊，佢離愛你當然。結果該應講啊當神奇哦，該跳講喊佢講舉左手，他就舉左手；喊佢舉右手，其實舉右手，然後抬腳就抬腳。我們就覺得很動，係啊，是其實動神奇。和爸爸是，我爸爸他就好奇心很重，就是想講，用我安音，和你是幾次聽下來看，
然后后来啊，该老板其实用一个很奇怪的方式，然后调成止语孔用，就是买3件小可爱，走的便宜给多钱。买3件英共本来应该500 K， 然后买3张买1000 K。嘿，其实用安应该放心，看安利是算，安利不看。嘿，安利不看3个家庭一起出来，安利想讲好，那我们买3个好了。当然应该干银工哦，后来安利仔细一看，干银工你数点卖开的材料，总了安利得可能50块。50 K， 1000K都会买手比嘿，1000K，青岛小结果最尾係因為佢做嘛會停通咯。結果安利想買那個東西，他跟老闆當奇怪，佢用嘅方式其實係講兩下好1-3年來賣咯，還有冇哦2-3來賣咯，其實開始累積該賣乾銀工嘅人數，還累積到比如講用563賣咯，還其實老兩563偷很多順頭。見到順好，見到順頭，還是從英講秘密啊，英告記，結果安利聽到他這樣子的那個方式，安利自己吹心光，其實用個線呢，很細的線，其實用線，安利係啊，你咩1-3銀工，貴價銀工呢？係啊，像你咖喱啦，係啊，你買個材料3個加起來也不過150塊，結果安利自己係。發錢有賣，給他一個洞錢，真的是不給一個洞錢，真給洞錢，他就是完全按勝利應該出發。然後我覺得心裡真的是要吹心講的事情是，應該雙張嘢去淡水，佢慳到該便宜，有人都喺買，係啊，今日都淡水，轉移陣地啦，因為可能佢騙過新北文創市場啦。可能佢買其他東東了，買個教訓。就係像飛機人哋拄到按開事情，咩係個動貼嘅經驗，你本來你學到一個經驗啦，就要發現買經驗。像小鳳啲雅思啲都係拄到買個貼片嘅事情啊。我啲南埔高雄嘅雅思咪嗬，有拄到嘅，佢喺度講好多人都華玲珑啦，叫賣，係叫賣歌啦，啊，佢喺度咪嗬就。我唱嘅套圈圈安尼，把所有嘅東西全部攤開來，佢起到動哦，太部分就會有一種足嘅，佢話講你下來買乜嘅好咧，佢話滿太價，假使講有人中意咧牌，佢就拿出來，來喲，夾來好味嘅哦，買來我食無味哦，佢咩買東西當貼片，有看到就可比有穿到，冇買到嘅人真大送，來小姐，來請你出價，呢種牌當讚，你願意出幾多錢？100 K，條價冇穿到錢要冇？其實我本幾隻小玩具冇買嘅，來10萬二，10萬100 K， 我哋邊時候出100 K， 還有人比佢較高冇？500 K 係冇？來謝謝這位小姐，你太感謝，謝謝。來，唔講500咩嗬？佢那係吃到 OK， 佢有穿到錢，唔再去後邊付錢。華玲珑，佢差唔多，我稍微迂回一下，500，佢可能後邊問講500有你愛冇？你想講冇事係冇？但係8條咁講，500就係你咧。佢話500還有你還冇，結果冇你咧，佢就來看等你咧。來，這位小姐，我們大家一起謝謝她，太感係用太感嘅，大家一起感謝你，嘅氣氛有冇？太感啦，我們用他來謝謝你安尼，然後你就帶到旁邊500塊兩總經理，旁邊付錢。真嘅呢，唔過有上市咩嗬？條價會釋出一些，咩有人嗰種動態台遙控汽車，就3-400 Q 就要給買下來。條價還係有釋出一些，就是給大家一點點的甜頭，讓大家嘗盡甜頭之後，讓你掉進地獄。就可能叫穿到啲嘛，係叫飲到爆安嘅，唔過。T3上也就冇了，就被搖到哎。我感覺吼，該地圖吼去聽我安裝啦。對啊。應該吼體積感應吼應該是安裝。有可能。本應就該吼賣東西該感覺。該有穿到全部去假嘢。回收。係啊，大家其實都也是就是懂得讀到青島懂貼片嘅事情。你下人問大家最推薦嘅雅思係哪一個雅思？你家先來好嗎？我先講國外好咧。國外嘅雅思我有一擺啊，就去東京。日本。上野公園嗰邊。Ueno Koen。Ueno Koen 係冇？係嚟去上野營，結果呢就發現到有個
日本的雅士，伊雅士动贴片哦，像祭典共用，动像爱去甲像卡通人物，看到伊祭典。吃到迄樱桃小丸子的感觉，系冇？马鲁狗。系啊，马鲁可以用的，底部都有卖那个大阪烧啊，动态干嘛个章鱼烧亚流东西，然后安补亚韩州的赏夜应该吃到迄动贴片的雅士啊。跟正运动面，你其实都赏樱季的时间，大家都会接上去日本，可是时间动到那个祭典嘛，马子里动厉害。不过在台湾咧，你推荐哪个雅士？在台湾，爱去家迄推荐应该是法眼雅士，台南法眼雅士。动有名。嘿，因为法眼雅士像爱去家动好食面包类的东西，还有玉米浓汤也对。故说爱出动中医是个棺材板，因为北部嘿真景生唔都有亚洲南部的米食棺材板，韩国爱头摆些时间爱食棺材板，就东江去家会死。所以棺材就表现棺材度。因为棺材度方面低么？故说呀棺材板对我来讲嘿东好肥，因为东好些东西啊。除了李家以外，给飞琴呢，你知道另外推荐的係哪个雅士呢？因为应该都推荐大东桥，和大家堂都推荐可能上界都系逢甲，或是系一中街，可是街道都唔系最厉害嘅雅士，街道都系本观光客去噶。还观光客，你观光客系，我最近发现到就是一个在地人推荐的系忠孝夜市，佢改片是系冻豆在地嘅小吃，和冻豆是系从该有名的那个什么什么锅啊，什么锅啊，都会都该在地方发迹出来。韩基有一家最特别的是系炭烧火锅。哦，懂贴片呢？嘿，金系用雅士炉嘅火哦。那一般我不是跟刷锅都会就是瓦一般对，可是佢该系用炭，就是炭烧，冇佢系一张桌，然后你就得冻到盆就13二去。像外省人的酸菜白肉锅嗰種。类似，係佢是用炭烧，佢意思佢是本一锅汤底，它所有的料你手自己拿自助的吃出的，佢嘅料是從因盤粥。暗蟲，係，你自己家熱用板哪都唔會搶嘅，一直端，佢看到暗到根本冇有人拿個淺鍋盤暗做。應該是點講？我自己豆擺嘢，這件事情都好划算，是會頭下一直端，係，剛剛講過凍貼片嘅。韓國飛機安尼講，你咩吃到其實台灣嘅雅士咩凍貼片，個有南都北，有西都凍，有自己嘅特色。像你台灣嘅米食咩有凍到嘅特色，像你平常時有講到肉圓嘛，肉圓、肉丸，其實你哋吼中華嘅肉圓會先整個張破。會先整張破，唔過屏東嘅肉圓就單槍大槍係用整嘅天天冇破過。像你講嘅粽誒，其實也有南北粽，就是當年到5月節就會有南北粽戰爭。然後就會看得到，其實你雅士嘅時間，咪看得到台灣各地嘅無窮嘅美食嘅特色。基本上咧，當神夢嘅唔使後生人老太家講，各地嘅雅士無相同。希望做啲盤大家來參考咯。希望大家下禮拜繼續來收看我哋後生太上谷，要花太假歌，將來聊聊，拜拜，耶！張來了，我記得去吃飯了，杜世瑤，我是蒙太嘎，謝謝大家今天，謝謝大家。